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约珥书第2章18节到29节，罗马书第8章18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将来的荣光。圣灵降临之后，充满了耶稣基督的使徒们，使他们不但生命得到改变，更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与能力，来传复活基督的福音给耶路撒冷的人们，包括了犹太人、非犹太人，来自各种不同的家乡、不同语言的人们，领他们归主。上个礼拜我们有好几天谈到了这个有关圣灵的能力、圣灵的工作。昨天圣灵降临节主日信息里面，我们也谈到了圣灵的工作。明白的说，应该是说简单的论述，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之目的，是为了上帝将来的荣光。如果不是为了上帝的荣光，那么圣灵的临在就失去了意义。昨天牧师在这个主日的信息当中提到的，有些人很喜欢批评别人有没有圣灵充满，甚至他们会认为自己的骄傲是属灵的骄傲，这是完全说不通的一个逻辑。如果一位真实领受圣灵的人怎么会骄傲呢？圣灵不是让我们骄傲吗？而是要让我们谦卑的、勇敢的为主做工，来归荣耀给上帝才是啊。通常我们谈到了圣灵降临的时候，经常会引用约珥书第2章的经文，就如同使徒行传记载着圣灵降临节，就是五旬节的时候所引用的这一段经文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的人可以说是奄奄一息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盼望着得到重生，然后先知也这样预言上帝的应许，他说以后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在每一个人，你们的儿女将宣告我的信息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，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。那时我甚至把我的灵倾注给奴仆和使女，是约珥书第2章28到29节。上帝的应许让他们从没有盼望的当中开始有了盼望，因为圣灵的倾注之后，连老人都能够做异梦，年轻人要看见异象，儿女要宣告上帝的信息。不但如此，上帝也要将灵倾注给奴仆和使女的身上。上帝让这些人在绝望中的人，他们有了盼望，让他们不再害怕，不再蒙羞，而是有了活力，有了盼望。约珥书第2章这样说，上主在关怀他的土地，怜悯他的子民。他回答他们，我要赐给你们五谷、美酒、橄榄油，你们将得到满足，别国不再羞辱你们。我要使北方来的蝗虫远离你们，我要把他们赶到荒凉的地方，前队赶入死海，后队赶入地中海。他们的尸体臭气冲天，
由于他们加给你们的灾害，我要毁灭他们。土地啊，不要怕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上主为你们成就了大事。走兽啊，不要害怕，草场青翠碧绿，果树结实累累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再度出产佳果。西安的人民啊，要欢乐，为上主你们的上帝作为欢心。他赐给你们适量的食欲，他像以前一样配降春霖秋雨。打谷场上将堆满五谷，榨槽将溢出酒和橄榄油。那几年我打发了一对对的蝗虫，他们吃掉的农作物，我要补偿给你们。你们将要有丰富的食物，饱餐足食。你们要赞美上主你们的上帝，我为你们成就了奇事。我的子民永不再藐视。以色列啊，那时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当中。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，除了我没有别的。我的子民永不再蒙羞。这样的情况就是接续的经文所提到的，圣灵要倾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使他们在上帝圣灵带领的日子，从被藐视的当中得到盼望，得到荣耀。保罗在对罗马教会基督徒说到，苦难的日子即将要过去，将来的荣耀要胜过我们所面对的苦难。保罗说，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苦难跟将来要显明给我们的荣耀相比，是算不了什么的。一切被造的都热切地盼望着上帝的荣耀从他的儿女们显示出来，因为整个被造的变成了虚空，不是出于本意，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。然而被造的仍然盼望着有一天能摆脱那朽坏的枷锁，得以跟上帝的儿女分享光荣的自由。我们知道，直到现在，一切被造的都在呻吟，好像经历了生产的阵痛。不止被造的是这样子，我们这些得到出手果子，就是得到圣灵的人，也在心里叹息呻吟，等候上帝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，使整个自我得自由。因为由于盼望我们得救，那看得见的盼望不算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？所以圣灵的降临，圣灵的充满，除了是得到恩赐，得到力量，当然会有一些表征行为的改变，但那并不是重点。无论是说方言或是讲舌语，无论是祷告或是祈祷，无论是圣灵充满的重点，这个都不是应该要谈的。圣灵充满的重点是借着我们所领受的恩赐跟能力，得着生命的改变，并且使人得到益处，使上帝得到荣耀。诗篇第104篇24到35节：上主啊，你的创造繁多，这一切都是你智慧的果实。遍地充满了你所造之物，有汪洋大海，住着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生物。
船只往来航行，你所造的海兽细游其中，他们都倚靠你，靠你按时供给食物。你给了他们，他们便吃；你赐食物，他们便得饱足。你走开，他们就惊慌；你收回气息，他们就死亡，归于尘土。但你向他们吹气，他们便生存。你使大地得以更新。愿上主的荣耀永远长存。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创造，他俯视大地，地便战斗；他触摸群山，山便冒烟。我要一生一世歌颂上主，我有生之日要歌颂赞美我的上帝。愿他喜欢我的诗歌，因为我的喜乐从他而来。愿罪人从地上消灭，愿邪恶的人不再出现。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